自后2026年1月24日，每日圣言讲读经，免除债务的命令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《申命记》第15章1节到23节。现代第一版圣经，《申命记》第15章。答辩满7年，恁着免除一切的债务。下面是免除债务的规例。债主借予厝边的，着免除因的债务。毋通对恁的厝边，就是恁的同胞，讨因欠恁的，因为上主已经宣布债务免除。外族人，恁通甲因讨，毋过恁借予同胞的，着甲因免除。恁若真心听趁上主恁的上帝话，遵行我今仔日所命令恁一切的诫命，恁就袂有散赤人。因为上主恁的上帝会伫伊赏赐恁做产业的地大大赐福恁。上主恁的上帝会照伊的应允赐福恁，伊会祝福真侪国，毋免甲因借。恁会管辖真侪国，因袂甲恁管辖。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的地，无论倒一个城，若有散赤的同胞，恁毋通疑心，手举起来，无要帮赞伊。恁一定着伸手帮赞伊，照伊的需要，借伊补伊的欠缺。着谨慎，则免恁心内有歹念头，讲第7年免除债务的年得要到啦，就对恁散赤的同胞当算，毋互伊。伊若为着恁的缘故求叫上主，恁就有罪。恁一定着互伊，互伊的时着甘心，因为对即个事，上主恁的上帝会伫恁一切的工作，甲恁的所做赐福恁。伫迄个所在，常常会有散赤人，所以我命令恁，伫恁徛起的地，一定着伸手帮赞恁散赤困苦的同胞。你的以色列同胞无论男女，袂互你做奴隶，互使你6年，到第7年，你着甲伊讨放，互伊自由离开。你讨放伊的时，毋通互伊空手离开。着对上主你的上帝赏赐你的羊5穀酒摕一部分，互伊双手满满出去。着会记得恁捌伫埃及地做奴才，上主恁的上帝有救赎恁，所以我今仔日将即个事命令恁。你的奴隶若对你讲，我无要离开你，因为伊疼你甲你的家，搁真爱甲你做伙住，你着互伊挖门线，用钻仔甲伊的耳仔钻空，伊就永远做你的奴隶。你嘛着安尼对待你的女婢。你甲伊讨放，互伊自由离开的时，毋通毋甘愿，因为伊服侍你6年，伊所做的工是请来的工人的定价。上主你的上帝会伫你所做一切的事赐福你。所有头上生工的牛羊，着分别做成归上主恁的上帝。头上生的牛毋通做工，头上生的羊毋通加剪毛。恁甲恁的家眷，逐年着伫上主恁的上帝竞选的所在，伫伊的面前食这的牛羊的肉。若有破相，无论是骹歹、失明、
也是有甚物严重的瑕疵，拢毋通做祭物献互上主，恁的上帝。即款牛羊的肉，恁通伫恁住的所在食，无论礼仪上清气，也是无清气的人，拢通食，亲像伫食羚羊甲鹿。毋过血毋通食，着摒伫涂骹，亲像伫摒水。免除祭物的命令。有一位牧师捌甲我分享伊的牧会故事。伫牧养的教会中，有一位高龄88岁的独居兄弟，尽管毋是病倒在床，但是双骹已经失去气力，出入拢需要靠电动车。虽然生活困苦，老兄弟却真得众人的疼。教会兄弟姊妹拢乐意甲伊分享好物件，也愿意帮赞伊，也常常有人去因兜陪伊开讲行棋。尽管兄弟姊妹拢知影老兄弟无法度互因任何实质的回报，因犹原是不断去探视关心，常常带食物去和伊做伙享用。这拄好是一种疼的救济。免除祭物甲救济虽然是两个无同的议题，但是对经文中通看到摩西伫咧强调安息年必须免除同胞祭物的常识，也期待以色列人之间会当彼此扶持，搁救济善策。以色列人即将进入应允之地，虽然因拢会当分配到土地，总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生活中任何人拢难免会拄到需要帮赞，也是救急的时阵。因为安尼，摩西特别吩咐，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的地，无论倒一个城，若有散赤的同胞，恁毋通硬心，手举起来，无要帮赞伊。摩西详时叮咛以色列人，毋通因为安息年得要到，担心届时无法度对欠少者收回祭物，就心怀恶意，毋愿借人。摩西坚决反对安尼的自私行为。伊提醒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了后，应该谨慎遵行上帝予因的一切命令，毋通自私，爱慷慨施舍，上帝就会事事顺来祝福因。今仔日台湾教会有真侪社福机构，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帮赞善赤人的需要，譬如讲提供学童助学金、就业辅导、食物，也是救济金。另外，袂少教会也成立慈善关怀基金，帮赞生活遭遇困难的兄弟，也是社区居民。只要提出合理的需求，教会就会提供适当的补助，也是救济，实际帮赞有需要的人，体现疼厝边的基督信仰精神。当咱甲金钱奉献予社福机构，也是教会的关怀基金，爱知影这笔钱是要帮赞真正有困难的人，所以毋通想要求得到甚物回报，因为这毋是奉献的目的。咱慷慨施舍，是为了回应上帝丰盛的恩典甲祝福，搁遵行伊透过摩西所吩咐的命令。伫迄个所在，常常会有善赤人，所以我命令恁，伫恁徛起的地，一定着伸手帮赞恁善赤困苦的同胞。
伫咱身躯边，侪少少拢有急需要帮助的人，咱是毋是有无求回报的心来帮助安尼的人，互因伫欠缺中得到供应和安慰呢？假使人无力相行债务，咱犹原愿意面对因的负担，无加以推脱，互因伫生活中得到好喘，相信上帝恩典也会临到咱。默想，当我每次要帮助别人的时，心内想的是甚物？当我每次要帮助别人的时，心内想的是甚物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求你帮助我，看到人拄着困难，生活真正需要帮助的时，无放外我，互我知影帮助人是你的命令和呼召，就甘心乐意伸出援手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